特朗普嘅新汽車關稅政策一出台，華爾街嘅分析師們就炸開了鍋，大家紛紛開始分析邊個會喺呢場政策變動中成為贏家同輸家。有個名頻繁出現在大家嘅視野裏，嗰就是特斯拉。特朗普三宣由下周開始，所有非美國製造嘅汽車都要被徵收25%嘅關稅。呢個消息一出，美國主要汽車生產商嘅股價走勢就各有不同。到而家為止，好多分析師都覺得特斯拉因為喺美國國內生產，算係個相對嘅受益者。佢嘅股價當日就上漲咗超過5%。伯恩斯坦分析師丹尼爾羅斯卡直接喺俾客戶嘅報告裏寫咗：特斯拉獲利抵特律遭殃。羅斯卡話特斯拉係呢項政策嘅明顯嘅結構性贏家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特斯拉有本地化嘅市場份額，喺貿易風險方面更具抵禦能力。反而睇福特同通用汽車，羅斯卡表示佢哋今年嘅息稅前利潤可能會下降多達30%。佢仲話對於其他車企嚟講，呢項政策就係一致利潤率重置，對近期盈利能力係個實實在在嘅拖累。瑞銀分析師都指出，特斯拉同呂維安由於100%喺美國生產，可能表現更好。呂維安嘅股價都漲咗近5%，但佢同時表示，對於汽車行業其他公司，隨住關稅生效，顯然會有一些痛苦。不過呢，雖然股價漲咗，但特斯拉今年股價其實已經下跌咗約30%。一部分原因係馬斯克作為特朗普重要助手，遭遇咗政治反彈。特朗普本月初仲話要支持馬斯克買輛特斯拉呢，但特朗普亦表示馬斯克冇就汽車關稅提建議，因為有利益衝突。馬斯克自己都喺社交媒體上發文，話特斯拉都唔可以免受政策影響，關稅對特斯拉嘅影響仍然好大。儘管係咁，華爾街對特斯拉未來股價都幾看好嘅。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調查嘅多數分析師俾咗買入評級，平均目標價顯示有大約18%嘅上漲空間。瑞銀預計車企會提價，福特同通用汽車如果成本增加100%都消化晒，平均價格可能漲4000至5000美元。當然，唔係所有傳統車企受衝擊都一樣。德意志銀行分析師將福特同特斯拉一齊列為最受保護嘅一類。從股價表現睇，福特跌咗3%，通用汽車跌近8%，斯特蘭蒂斯跌超2%。呢場關稅政策帶來嘅行業震動，後續發展我哋仲要繼續關注。